讲道伫圣神内祈祷，请曾牧师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恁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内底来敬拜你。今仔日是瓦近圣神降临节，愿伫这个节期的时，阮想到这个节期对阮信仰上重要的祝福。阮要恭敬用你的话，互相来提醒。愿主你的圣神降临伫这个圣殿中。也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宇宙各所在，无论伫礼拜堂坐伫这个所在，同齐敬拜的兄弟姊妹，或者伫网络顶悬来较无上帝你的话语，较无上帝你圣神的，阮的同信的兄弟姊妹，你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你是一个赏赐活命的圣神。我们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用你的圣神的活开，互阮每一个人来得到喜乐的灵，我的生命有新的快乐，我新的愿望，我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后礼拜是一年一摆的圣神降临节。圣神的祝福，毋是干那伫圣神降临节，圣神的重要，嘛毋是干那伫这个节期倒变过来。这个节期重要，是因为有圣神。兄弟姊妹，咱过节，伊最重要的意义毋通倒变。咱毋是咱守一个形式的节期，做一个圣餐的礼拜，安尼那定，毋是。教会上重要的五旬节、圣神的降临节，是上帝圣神本身。所以照讲，实实在在，圣神应该是每一日、每一时刻、每一年，永永远远。所以，兄弟姊妹。有一个真深的心意是渴望所听的兄弟，你的心有根基，你真正能经历到上帝圣神伫你生命中间迄种的快乐。你到咱伫这个信仰中间，无有土愧，无有惊吓，无有疑问。保罗起初无了解耶稣，所以保罗是捌欺负基督徒的人。恁知影保罗是啥物人？但是当耶稣的神光照伊的时阵，保罗整个生命改变。后来伊真做耶稣第13个使徒。初代教会称保罗做第13个使徒。咱知影圣经记载，若守圣餐你就读画出来，耶稣边仔只有坐12个人，无为着保罗。但是保罗受称真做第13个使徒。伊毋捌安尼家己称呼家己，但是伊将来都无否定圣神对伊的帮助。所以当伊出来服侍的时阵，伊带着圣神的快乐，伊又问伊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：“你敢捌领受圣神啊？”初代教会有真侪人毋捌听过圣神的工作，毋捌经历到圣神的充满，所以遐个人捌蹲过耶稣，有人军队也惊死咧约翰。军队惊死咧约翰的人讲：“阮从来毋捌听过有这种代志，阮嘛从来毋捌领受过圣神的充满，因为我的老师是惊死咧约翰。”保罗就甲伊讲：“惊死咧约翰用水甲你惊死咧，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，但是恁就爱领受圣神，因为伫圣神内面的生命是无共款，就亲像。”你听真万摆讲道，你若毋捌亲自拄着圣神的充满，你的信仰是一个抽象的，是一个若有若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年的圣诞节有一个真深的心意，我想要邀请咱准备心。伫后礼拜咱做圣神降临节礼拜的时阵，牧师会当为恁祈祷，牧师会当邀请恁祈祷，牧师嘛愿意甲恁花手祈祷，更加要紧。愿上帝的圣神，搁一摆充满伫你的心内。我嘛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个题目叫做“伫圣神内面的祈祷”。伫圣神的功课内底有两个最要紧的功课。第一，就是领受圣神的洗礼。你免问讲，什么叫做圣神的洗礼？
时间无够，牧师无法度一口气，毋是讲一口气，无是一个礼拜中间将所有的信息拢解说互恁听，慢慢来。牧师一项一项甲恁讲。第二个圣神的工作上要紧，就是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。这句话伫我的心内超过30年，因为什么是圣神的内底祈祷，我着爱怎样做，才会当享受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。古早人捌讲过一句话：你心内有一个善灵，你的心内有一个善良的圣神，你就一定会幸福。你要问牧师讲，这句话啥物人讲的？这句话是一个足出名的哲学家，叫做亚里士多德。亚里士多德是伫耶稣也未出来到这个世间，行12个拯救救恩的道理进前，伫罗马帝国内底一个最要紧的智慧的人。伊用一个希腊语内底一句话叫做 eudaimonia， 这句话直接翻译叫做善灵、善良的神。良善的圣神啊，踮伫你的内面，你就幸福。其实亚里士多德一生并无拄到圣神的充满，根据伊的论述，伊并无讲到圣神充满伊的改变。但是确实，伊伫一本册足重要的册咧讲起幸福的人生的时阵，伊讲到善良的灵会有大摩尼亚。牧师要甲恁分享，迄就是圣神，是巧合。亚里士多德咧找幸福，但是伊伫巧合中间讲到一个最要紧的道理，就是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。所以，毋是伫德堂教会做礼拜，是伫你的心来做礼拜；毋是伫德堂教会内底祈祷，是伫你的心来祈祷。伫你的内心，你来邀请这个会有大摩尼，就是上帝的圣神，甲你三甲地地。无论你伫什么所在，这个圣神就甲你同在，也在你同意嘛。你愿意这个圣神对你少年到今仔日，你会你来教会不是偶然的，对不对？你今仔日要搁伫教会，对不对？到永永远远，你嘛是伫圣神的内底，对不对？所听的姊妹，这就是咱经历的圣神的帮助，这就是伫圣神的内底祈祷。你伫你的内心讲话，互上帝听；你伫你的内心听到圣神的声。基督徒真少安静，有够也安静，真正有够也安静的人会听到上帝圣神的声。真正有够也敬畏上帝的人，伊就常常会敏感到上帝的旨意，伫伊的内心来对伊的引带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姊妹开始学习伫圣神的内底祈祷。这是伫信仰功课中间足重要。若无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你读圣经有可能较安怎读都袂明白。梁牧师我无遐讲，有影真正，人若无圣神的帮助，真困难有法度读明白圣经真正的奥妙。牧师对新人医到今仔日已经超过40年啊！这本圣经读40年，还阁有无了解的所在。就是今仔日的诗会依林，伊讲牧师，明仔载我读要伫诗会中间，我读一摆圣经，互你听好无？我讲好。所以咧，为着要准备诗会，依林伫LINE的顶悬，将圣经对头到尾读一摆，互我听。伫结束的时候，我讲你读了真好。伊讲牧师，总是我有一句话无了解，什么叫做真实的愿望？看袂到的。我要安怎当愿望伊？恁会记得今仔日的圣经罗马书第8章无？所看会到的毋是愿望，所看袂到的才是真实的愿望。足奇怪的话，对不对？咱敢毋是咱的老师敢毋是甲咱讲，科学的精神是眼见为凭，是毋是？做实验、做研究，看会到的有数字的，迄才是真实的。伫这个所在咧讲，看会到甲看袂到。毋是咧指目睭，是指心。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但想象袂到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3句真要紧的信息。第一，咱的上帝咧听你祈祷，
你爱相信，你的祈祷上帝一定听。咱的教会有一个，我用一个真水的饼刻啊，甲伊放伫咱的教会一个所在。每一个来到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第一摆来到教会，咱的中级就邀请你写一段你的名，牧师甲恁的名放伫这个所在，时时刻刻，这个代表恁。牧师甲伊放伫这个圣餐讲台的拖的内底，兄弟姊妹，当恁的名写伫耶稣基督的手中，恁的生命就永永远远放伫上帝的祭坛顶悬。恁相信吗？牧师为什么要安怎做？第一，牧师真罕慢记人名，所以若久久无来教会，牧师有当时名叫袂出来，紧的拖地这个摕出来看。恁若牧师拢叫出来恁的名的人，恁若讲牧师，除了你会当叫我的名以外，安尼也无够。我要爱将我的名时时刻刻放伫教会的讲台这个拖内底。恁嘛会当家己主动摕一张来写。你甲牧师讨讲，牧师我的名敢会当放伫你的祈祷中间？当然会当。所以安尼姊妹，咱也要甲上帝讨，上帝已经甲咱放伫伊的心内。你相信吗？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，互我领受圣神的同在，是无时无刻无所在，对古早今仔到永远。啊！对，无论是什么所在、什么时间，圣神拢甲我三角伫地。保罗问伊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：恁领受了圣神吗？亲爱的姊妹，我嘛想要问恁，恁感觉咧？在座兄弟姊妹。你认为圣神敢有甲你三角伫地？愿咱每一个人拢讲阿们，爱肯定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；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圣神就踮伫你的内底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但是保罗讲，恁爱领受圣神的洗礼。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趁早、趁紧。认捌什么叫做圣神的洗礼？愿天父上帝回答你，伫圣经内底有讲到什么叫做圣神的洗礼。但是圣经所讲的还阁无够额，就亲像兄弟姊妹，恁伫这段教有几十年听遮尔侪摆的讲道，你敢有真正感受到这个圣神？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，伊拢甲你三角伫地。回头一看，哇！原来当我要不要祈祷进前，上帝的圣神就已经竞选我。我回看我家己的一生，对少年到今仔日，对少年到今仔日，有偌年一摆，我拄到圣神，是我内准讲那是偶然的，那是自然而然的景象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在咱的人生中间，有真多时阵不是偶然，是上帝的圣神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。用祈祷的手，甲上帝讨，享受我圣神的充满。兄弟姊妹，恁唔免通过牧师甲恁划手祈祷，恁若安尼祈祷，恁嘛会当领受圣神的充满。但是牧师真欢喜，一摆搁一摆，甲恁画十字架，甲恁划手祈祷，因为这本就是教会的责任，甲牧师的职分。所以牧师是一个陪人祈祷的人，教会是一个互人祈祷的所在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祈祷不一定爱伫礼拜堂，但是伫礼拜堂祈祷有一个真特别的，就是这个礼拜堂是奉主的名设立的神圣的所在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伸出你的手，甲上帝讨，求圣神充满我的心，代表是一个真够祈祷的人。所以讲，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你会记无？搁干啊？哦，互我内面有换心、搁正直的心，这就是圣神的洗礼。这就是圣神的洗礼。当圣神敢若三角伫咱的内面，有正直、搁换心的灵伫咱的内底，搁有上帝互咱过清气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回应兄弟姊妹。亚里士多德讲，
一个人若要幸福，伫伊的生命中间需要有一个善灵。希腊语这个字叫做 eudaimonia，eu 这个字牧师讲足一摆啊。evangelism 就是福音，福音在头一句2个字母叫做 eu， 好的无比。daimonia 就是 demon， 就是灵。好的灵若踮伫咱的内底，咱的心中就无操烦。好的灵若伫咱的内底，踮伫我内面的，比这个世界较大。恁会记得这段圣经无？伊讲踮伫咱内心的圣神，比这个世间的任何灵、甲偶像、邪神，拢搁较有权柄。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愿上帝的灵，即时甲恁每一个人撒甲伫地。互恁的一生行伫良善正直清洁的道路中，圣神帮助恁。后来心理学即摆的精神医学，伊用这个 eudaimonia 来讲出一句，第21世纪一个真了紧的精神医学的学派，叫做正向心理学。正向心理学就是用这个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讲的 eudaimonia。伊讲，一个人的心内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有一个良善的态度、平安的态度，有一个真正正念、正确的心思意念，兄弟姊妹，这个人会幸福。今仔日牧师不是要表演魔术给恁看，牧师要邀请恁定心倒在上帝的面前。也这，虽然你有例行咧做礼拜，但是你无拄拄是一个甲上帝足亲密的基督徒。我不甲咱看轻，只有一个心意，兄弟姊妹，趁早，甲上帝恋爱，这是什么话啊？趁早享受天父上帝甲咱抱咧，甲咱笑，甲咱听，这种圣神充满的基督，因为圣神要将上帝各种的宝贝，极大个极有价值的宝贝，这就是彼得伊所讲。伊讲耶稣已经将极其宝贵个大恩惠赏赐互咱，互咱脱离内底这个超凡的灵，就是对情欲的败坏。情欲的败坏就是讲，伫我的内底无良善的灵，伫我的内面无善良的灵，伫我的内面无平安的灵，伫我的内面无喜乐的灵。主啊，你若踮伫我的内底，伊会讲，彼得讲，上帝圣情若踮伫你的内面。伫今仔顶间伊讲的有分这个字，这句话就是牧师逐礼拜最后祝祷所讲的话。愿圣神的相通甲你三甲地地，恁会记无？有分就是这个字，koinonia。伊讲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主爱，圣神的相通甲你三甲地地，遐这。要离开礼拜堂进前，你会记得一定要欢手，你讲阿门。主你的圣神甲我三甲地地，无时无刻。牧师袂当背叛我，但是圣神甲我三甲地地。主甲咱三甲地地，就今仔日个礼拜，愿主的圣神，互你所听的圣经的解说甲话语，毋是一种的知识，毋是一种的道理，是光，是力量。上帝话若入去，生命无可能无亏欠。圣神来甲咱三甲地地，咱的生命绝对要改变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的圣神伫今仔日对咱讲话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独只有摒空你内心，留一个空间给耶稣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有一句，伫教会内底互相咧讲的话，叫做要啉清气的水就爱安那。摕清气的杯内底啊！你若要耶稣伫你的厝里做人客，领导敢要亲像粪扫堆？兄弟姊妹，有一种人伊的生活足奇怪，就是对外面捡入来物件绝对无扫倒出去。所以无论捡迄保特瓶啦，无论捡人食剩的这个便当盒啦，捡一堆直捡入来。但是伊的厝内直蹲到尾啊，连伊困的所在都无所在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。要啉清气的水，要摕清气的杯仔来底。
要领受圣神爱用圣洁的心、敬畏的心，甲对上帝恋慕的心。我讲三项，这叫做信望爱。所听的姊妹，咱要有清洁的心，咱要有敬畏上帝的心，咱要对心来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无你，我会死呢。原来时刻，敢毋是拢安尼讲？3更半暝嘛咧敲电话，毋是讲无意义的死，是安那？时时刻刻对方甲你，拢有着真亲密，恨不得会当超越时间空间，做伙生活。愿上帝圣神甲你三甲伫地，互你享受着。上帝甲你三甲伫地，比这世间任何事较重要。无圣神的人生，亲像船行伫苦海中，没有圣灵的人生如同苦海行舟。你想这句话？若无有圣神的同在的人生，亲像苦海行舟。独只有当圣神甲咱三甲伫地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的人生较安怎做都袂忝，你就感觉你的人生是一个满足的人生，你的人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，你的人生是一个有愿望，那看不见的方向，但是却有一个方向感，看不见的方向，但是有一种的愿望。就今日所讲，看袂到愿望，才是真正的愿望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用伊的圣神改变咱。咱的内面对今仔日开始，无属血气，因为踮伫咱内底的圣神是上帝的灵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摒开咱内底自我的主张。咱伫教会内底，无因为你的年资长，你就会变做真实的基督徒。咱的教会，无论你偌久，你若无愿意互主改变你，你若无愿意互圣经的话做你的原则，若无愿意互圣神的感动，咱常常消灭圣神的感动，安尼咱永远叫做一个未大汉的基督徒。主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开始，年年拢咧开始，亲像一年的四季，时间到，咱就反省。伫五旬节圣神牧师拄则有讲，毋是五旬节圣神降临节，这个节日真重要，毋是，是因为这个节期是因为圣神伊才重要。你了解这句话吗？这个节期的重要是因为圣神伊的工作，所以伊才重要。所以2000年来，逐年全世界教会伫这个节期，拢咧听候过一摆。互圣神的话开分入伫咱生命中间，所以今仔日的信息，伊甲咱讲什么？甲咱讲3项。第一，上帝要听你祈祷，而这唔通怀疑，唔是干那牧师甲你的名放伫这个所在，安尼才有这个魔术性的果效，唔是，嘛唔是牧师替你祈祷，你才有能力受祝福，唔是，是咱每一个人，咱拢需要学习祈祷。而且拢爱相信你的祈祷，上帝要听。今仔日牧师送咱的这个经文记载伫咱的周报内底，恁就搁再甲读诗篇118篇，伊讲什么？伊讲我伫患难中求耶和华，伊就应答我。第5节，诗篇118篇第5节，伊讲我伫患难中间求耶和华，伊就应答我。所以第一个伫今仔日，牧师要甲咱提醒一个真要紧的观念：你爱相信祈祷，你爱去经验祈祷，好无？但是当你唔知要安怎祈祷的时，牧师要讲第2项。当你唔知要安怎祈祷的时，请你会记得，牧师愿意为你祈祷。你只要打电话，你只要留来，你只要甲牧师讲，牧师，我需要你陪我祈祷。牧师一定为你祈祷。但是第二，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第2个观念，就是当你还未开嘴，伫你内面的圣神已经知影，你相信吗？今仔牧师要送你的第2句话，就是罗马书第8章内底，伊讲：当我唔知要安怎祈祷的时，上帝的圣神用讲不出来的土气替我祈祷。什么叫做圣灵的叹息？一个老母若看到伊的囡仔伫外口动海，一哭溜溜，
伊的老母头壳咧咧讲，我的囝，唔通搁做好多事，跟倒来。圣神的头盔就是这个意思。天顶的阿爸，天顶的圣神，若看到咱伫地上中间受苦，心内唔甘。圣神的头盔，圣经这个头盔叫做喃喃自语啦，用讲不出来的言语。所以伫灵修的中间有真侪人讲，迄个时阵人就开始讲方言，这是有另外一种的解说。但伊是无拄拄是安尼，意思就是当我无法度讲话时阵，我开始出声咧，甲上帝祈祷时阵，我所有的祈祷真变做一种方言的祷告。所以有人安尼咧教基督徒，但是圣神的头盔有另外一个意思。伫圣经有一个字叫做上帝圣神就讲话。伫圣经中间迄个字，上帝讲话迄个字叫做 Rhema。圣经内底讲上帝话有两个记载，一个记载叫做 Logos， 就是道，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伫地，道上帝道就是 Logos。上帝古早所讲的话，记载伫圣经每一句话，拢叫做 Logos。但是上帝的圣神会伫人的内心定心，佮将圣经的话佮讲一摆互人听。圣经甲伊称作 Rhema。Rhema 就是讲上帝圣神继续咧讲的话。耶稣要离开世间之前，伊有甲伊学生讲：等我离开了后，我要求天父上帝赏赐圣神。这个圣神要伫恁的心内，将我过去所讲过的讲道，佮讲一摆互你听。这叫做 Rhema。圣神将主耶稣所讲过的道理，圣神伫人的内心，佮再讲一解。后来保罗得救，顶头生了后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圣神所指示的话，用属灵的话来解说属灵的事，恁甲记起来。无数会当中这经文的第几章、第几节，圣神会将上帝的话指示伊的囝子，用属灵的话来解说属灵的事，非常水、非常宝贝、非常重要。咱今仔日遮尔讲，是因为咱听无上帝的话，甚至连人的话都听袂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听上帝的话，赢过听人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对今仔日，所以牧师第一甲恁讲，上帝纪念恁的祈祷；第二，牧师甲恁讲，圣神要替你祈祷，你相信吗？你若唔相信，试看卖。圣经讲，试看主稳定的滋味，有无？来，恁就来试看主稳定的滋味。恁若半信半疑嘛，不要紧，上帝袂甲你磕头壳。上帝甲你讲，我的囝，你试看卖，试看我稳定的滋味。圣神要陪伴恁祈祷，圣神伫恁的内心要讲话。所以古老的灵修，这老师，这灵修的牧师神父，伊引带人最大的鼓励，就是讲一句话：唔通进入干乐，戆戆说，忙的话就静下来。啊，这句话你若想要了解，恁去买古伦神武一本册，叫做《忙的话就静下来》。今仔真侪人的精神的异常，今仔真侪人的焦虑，今仔日真侪人的精神会无平安，是因为人离神太远，人上过无用。愿主的圣神互恁休困，愿主的圣神赏赐咱平安。第三，牧师要甲咱讲，伫你人生中间所看的成功，无一定是成功的定义。牧师伫几礼拜前捌甲恁讲。有当时咱教囝嘛，用成功神学来教囝，恁还会记得迄届牧师讲的话吗？你讲牧师开安尼讲，咱真侪父母拢甲囡仔讲：你若认真读册，将来你就出头；你若认真读册，考到一间学校，读一个好的大学，好的科系，将来你就赚更较济薪水，因为将来社会你出去，你的就业方便，你就可能入去台积电。英语讲 so what 如果你有一个囡仔入去台积电，你唔通上过惊替欢喜。你讲牧师开不能欢喜，
我若认为我囡仔呢是一个工程师，是台积电，起跳拢100万以上呢，而且有当下不是100万，是1000万。兄弟姊妹，要付代价呢，对吧？要在台积电活下去，不是那么简单。高压力、高所得、高所得、高压力。人一生的幸福，不一定是用这个来计算。但是咱教囝的时阵，10个9个，包括我，有当时我嘛会迷失伫这个，帮助我的囡仔考到一间学校，申请到一间好学校，不要读那个烂学校。兄弟姊妹，不是安尼，好学校也有烂学生，烂学校也有好学生。人的人生无因为伊的成绩、甲伊的学历来定义伊人生的价值。主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开始。咱的目睭重新收倒来，咱求圣神帮助咱，赐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知影我一生要做什么是有价值。人在世上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？这是所罗门记载伫传道书第3章16节。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？3000年前就讲出来一句话，兄弟姊妹。咱到今仔日有真侪人，从来毋捌认真去思考一句话。伫我的人生短短80年、90年，我一生到底无用试查，为着什么咧无用？求天父上帝小赐咱圣神的帮助，互咱看到光芒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感谢你。伫我也未晓选举，我选择我家己头前人生的方向的事。上帝，你的圣神就已经咧为着我安排，因为你讲我的道路悬过你的道路，兄弟，你捌听过这句话无？我的道路悬过你的道路，我的念头悬过你的念头。咱若将咱的囡仔的道路交伫上帝手中，伊的将来道路自然而然就是一个有尊贵、有超越的道路甲念头，毋是咱家己安排，是上帝亲自家己安排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祈祷。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的题目叫做“伫圣神的内面祈祷”。这是伫我信仰的学习的过程30几年。对30几年前，我就开始咧问犹大书所讲，人都爱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。第二，犹大书第2句话讲，人都爱伫圣神的内面祈祷。第三，伊讲你都爱常常踮伫上帝的听的内底。这3句话记在犹大书1章20节、21节。这3句话是基督徒幸福的3把金钥匙。伫上帝话顶悬造就家己。第二，伫圣经的内底祈祷。第三，享受上帝的听。上帝的听会互人医治，上帝的听互人袂感觉自卑感，上帝的听互人感觉无孤单，上帝的听互人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。自我图像改变。兄弟，这款圣经遮尔宝贝，你有感觉无？但是为什么咱以前读，咱读袂出来？迄个圣经，伊伫我生活中间会当活用出来的道理，咱需要圣神的帮助。若无圣神该说互咱听，咱就算得背起来，咱嘛袂晓用啊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会记哩，今仔这句话甲撒母耳第撒母耳第22章第7节同款。但是撒母耳第22章第7节佫加一句话，伊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，耶和华就应我。伫撒母耳下卷第22章第7节，伊讲耶和华就伫伊的圣殿来应答我。兄弟姊妹，什么所在是圣殿？这等教会吗？伫空中，兄弟姊妹，你无所不在，伫什么所在祈祷？当你祈祷，上帝就伫天灵，就亲像伫地灵，伫天灵，亲像伫地灵，上帝就应答你的祈祷。阿门嘛，兄弟姊妹，我信，真实信，真心相信，毋是戆信。独到只有真心的人，伊才是真正信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我所祈祷的代志也未成就，无代表上帝你无听我的祈祷。
上帝，你的事若到自然就成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知影上帝咧听咱祈祷，伊甲咱下伫宽阔的所在，伊甲咱下伫上帝国的内面，伊甲咱放伫伊施恩宝座前，伊甲咱讲：我的查某囝，我的囝儿，免急，等着瞧，等着看好戏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应答咱中间做兄弟姊妹，说书。恁若最近心内有重担，用即句话祈祷。我伫患难中祈求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我祈求伊的事，伊对伊的圣殿听我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你抬头看，毋是戆戆啊看，虽然看不到上帝，但是愿你的心中看到上帝的存在。求天父上帝甲你三甲地地。第二，兄弟姊妹，将你的手放开。互圣神替你解决，将你的手伸出，仰望上帝圣神的带领。主，我将我所拄到的人生事、世间事，主，我将我拄到所有的艰难交伫你的手中。世同兄夫妇，恁来教会无偌久，真紧就决志洗礼。恁的见证，互我听到，恁就拄到恁的人生事的事。恁就学习祈祷，恁就感受到上帝伫恁的需要的顶悬安排真多，超出恁的安排，迄种稳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是福气的一群人，兄弟姊妹，咱是一群有福气的人，你相信吗？兄弟姊妹，目屎切切的，免惊，行，向前行。愿天父上帝圣神甲你三甲地地，因为圣神讲，我要用讲袂出来吐开替恁祈祷。伫咱内底圣神，伊伫地里亲像伫天里，伊伫地里亲像伫天里，伫咱的内面亲像伫天里。咱的圣神要甲咱天顶的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既然创造伊，你放伊遮尔落魄，你有啥物光彩呢？当然，圣神袂安尼甲上帝吐槽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要相信，圣神讲袂出来，吐开就这个意思啦。伊会甲天顶的上帝讲：咱既然创造伊呀，咱都要互伊阳光，通代表咱伫地上，互人知影，伊是咱所听宝贝的基督徒。现在你相信这个道理吗？愿咱相信，圣神伫你的生命中间替你祈祷。什么叫做圣神的吐开？圣神的吐开就是代祷。伫圣神的内道内面，就是讲，我伫我的内心将我的心事讲互圣神听，然后圣神要将我的事讲互天父上帝听。这就是伫圣神内底的祈祷。咱爱运用，咱来学习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有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牧师，伊安尼解说：伊讲，当咱拄着艰难的时阵，圣神甲咱同受苦，甲咱做伙流目屎。伊用讲袂出来，吐开就亲像一个老母看到伊的囡仔放荡，伊的老母对心内就流出迄种唔甘的目屎，圣神流出迄个唔甘的目屎，用讲袂出来吐开的时阵，伊伫咱的内心就产生一个共鸣。咱心中有任何感动，拢毋是牧师我都解读，牧师我都解读，恁伫心内都拄着艰难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但上帝圣神的伫你的内底有一个共鸣。你若有够个安静，你若愿意拍开你的心门，你若愿意伸出你的手，不是握紧拳头，你就会经验到这个圣神开始甲你看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拄则解说讲，这个字叫做 koinonia， 就是领受上帝的本性。伫祝祷的中间讲，圣神的相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圣神的相通，就是上帝圣神伫你内底讲安慰的话，会甲你讲责备的话，会甲你讲劝勉的话，会甲你做提醒的话，伊嘛会甲你讲得胜的话。现在你相信吗？愿上帝的话是古早、今仔日到将来永远无改变。愿这个上帝的话，保罗伊安尼讲。伊讲圣神将属灵的事
讲互属灵的人听，这太水了。你若无敬畏圣神，你若无相信圣神，你就真困难经验到圣神伫你人生中间所做的祝福。我捌为着我的人生将来要行第一条路，甲上帝祈祷。伫我大学的时，我甲上帝讲：上帝的我的将来何去何从？我问上帝，我甲上帝讲：我将我的人生交予你，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安尼祈祷，上帝圣神要将伊的话讲予你听，把这句话背起来。圣灵将属灵的事、属灵的事、属灵的人，圣神给放做伙。我敢是属灵的人，无一定，但是我若敬畏圣神，圣神若踮伫我的内底，我就是属灵的人。有真侪人听一世人的讲道，未改变就是未改变。但是有的人听讲道一摆，然后目屎落，目屎滴，选择改变。毋是听几摆的讲道，是愿意悔改改变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你听到圣神的吐气。有真侪基督徒毋捌听过圣神吐气的声，所以无甲上帝当作上帝。厝里面咱，连牧师嘛有这种的软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听会到圣神的吐气。圣神的吐气一定都有公义、圣洁、怜悯、安慰、良善。主帮助咱，互咱听到上帝的心意、上帝的心声。所以，什么是叫做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呢？拄则牧师读互咱听《犹大书》第1章20节、21节，伊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都爱伫至圣真道上。这个意思就是，爱用圣经来教示你家己。爱互圣经做你脚前的顶路上的光，爱互圣经成做你一切的伦理，成做你的价值观念，成做你的人生观，成做你的性情的智慧，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。所以听讲道是为着要改变生命，毋是要听到一个哇，一句真水的充满真水的话安尼来点，毋是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恁的内心，听会明白，受会清楚。第二，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，这是犹大就是耶稣的弟弟，伊所写的一张批，这张批无章，没有章节啦，这张批就是一张批，写予初代教会一张批。第20节是后来人记起来。伫这个所在咧讲，伫圣经的内底祈祷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心就是圣殿，是上帝充满的所在。保罗讲，敢毋知影你的身躯就是上帝圣神的圣殿嘛？这个圣神对天而来，伊要踮伫你的内底。阿门。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愿恁带着平安，倒去到你的生活的内底。愿你带着平安，咱所领受的。就是圣神，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章第13节安尼讲，哥林多前书恁应该对第9节读起，第2章第9节恁拢真熟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迄句话咱拢会晓背对吗？神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未见心耳未闻心未想目睭毋捌看过，心内想未到，连听嘛毋捌听过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咧讲起，上帝为着世界人所准备的是什么？就是从天而降的圣灵，领受领受圣神，这么一回事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准备后礼拜，咱做伙来庆祝，咱做伙伫这个礼拜堂搁一摆组织，咱搁一摆伫这个礼拜堂庆祝讲，主啊！你捌伫1994年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今仔日阮知影你无离开，但是我们恳求上帝，你的圣灵搁一摆祝福这间教会，
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最后，互阮得到真正的恩望。所听的姊妹，伫你人生中间，你期待什么？愿主应答你。当你甲上帝参详的时候，上帝要甲你讲：我的道路远过你的道路，我的念头远过你的念头。主所听的青年，你们的人生可以更好。你们值得去追求更好的人生，阿们吗？你们的生命可以更好，不是因为您考到好学校才这个更好，不是。在上帝手中有他很奇妙的安排。您来问上帝，不是问牧师。你们的生命值得配得更好的生命，只怕你们不敢求。兄弟姊妹，今仔这个 AI chat。你若有问题就有答案，但是上帝远胜过于 chat。愿上帝在恁的一生中间，互恁追寻真实的盼望。我最爱这句话，伊是信仰的老爸阿伯来喊，保罗安尼讲起伊的祖先，对阿伯来喊，到保罗偌长的时间，2000年。圣经若讲到2000年前的祖先，拢讲阿伯拉罕的上帝、以色列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你会记住这句话无？2000年后，伊的子孙保罗，伊讲什么？伊讲我的祖先的上帝，伊所相信的上帝，是一个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听这，你按话就讲，我的上帝嘛是安尼啊。我的上帝是互绝望的人得到恶梦，是互死过我的性命，互人顶头生，是互我一个虚有感觉无路用，到我人生中间是一个无价值的自我的图像。但是我的上帝安那，是使无变有，使无变有，奇妙吗？亲爱的青年，牧师咧甲恁讲就配得更好生命就是安尼。伫这个所在，保罗佮讲第二句话。伊讲我的祖先伫伊绝望的时阵，伊犹原坚持信心。这句话安尼讲，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盼望。目睭看袂到的恶梦，才是真正的恶梦。上帝讲向前行，创世纪12章第1节，阿伯拉罕就向前行。这愿不愿意改变咱的一生？愿不愿意改变咱的一生？相信对你讲话时，愿意无愿意，会改变你人生的命运，你相信吗？我咱就今仔这个礼拜所听的圣经，入恁的心灵，改变恁的命运，改变恁的人生。小事你开谈，咱甲保罗讲，你所讲的阿伯拉罕的上帝，嘛是我的上帝，阿们吗？这个上帝嘛是得当教会的上帝，伊要互绝望的人有恩望，伊要互丧凶的人得到富足的人生。保罗一生中间毋捌好囝过，细汉的时阵有好囝过人，伊算中产阶级大汉的囡仔，但是到最后做宣教师的时阵，真正是一苦溜溜。但是伊讲到一句话：我的生命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你会记这句话无？看似贫穷，却是富足；看似软弱，却是刚强；看似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众知。很吊诡，这句话，这就是十字架。领受上帝圣心，领受祝福。愿主祝福咱大家，对这时到永远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上的圣心，我感谢你。阮知影今仔日的信息是你家己准备，阮知影今仔日的信息是你当阮也未开始要自责，也未开始自悔，阮也未开始求进前，你伫历代的教会就安尼开始咧讲这种噩梦的信息。至上的圣神，求你临并帮助阮，互阮所有的这兄弟姊妹，对少年到老人，对老人搁倒来到囡仔，一代一代。我拢看见使死而复活的上帝，我拢看见使无变有的上帝。主，
你永远是阮的主。我安尼恳求祈祷我跟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